两人美景不好好品尝品尝，岂不可惜？哎呀，小姐呀，问赏什么风景？你绝不怕你母亲迎你而来？快说母亲，她是不会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此刻在病在修他你，病在修他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真身还留在家中，站在你面前的是我的文儿。你一片动静，你可不要相配于我，我不会相配于你，我是你的亲娘，我是忘了，留下残躯为娘亲，问
体温静静的，心相怕，不愿再相依，不愿郎君无情的，只愿人温两相依，悲戚的将心比去。多是凄凉，多是凄凉。